嘉义中正大学目前甲丰收社区发展协会做伙举办丰收社区文化节，导师学生甲社区民众做伙弄水影，佮举办老相片的展览，邀请在地村民透过相片来看以前甲即卖变化。社区的时代，甲大学生摕家私来弄水影，大学生第一摆体验这个活动，拢感觉真新鲜。就把那个水影弄下来，然后就可以，你看那个阿嬷跟我说可以做成芒果青，就是削皮之后就可以用了，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。一种给长辈的回忆啊，也是给学生一种传承啊，就是了解说古时候人家的生活这样啊。日本时代，才就开始种水影树，社区的时代拢有弄水影成长记。国立中正大学为着配合学生增加在地认同，配合社区来举办社区文化节的活动，唔但体验弄水影，佮用较早的相片来拍展览，互人知影过去甲即卖。这是大人有一个光荣感，讲好，当时看到一个教授，来带咱指导这个，真欢喜。还有个这学生哦，大家也真热情。从老照片里面看到过去的样子，然后也可以对照现在的这个房子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所谓的社会变迁。那社会变迁也许是好的，也许是不好的，但是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。中正大学评估大学路的计划团队讲，透过共同的活动，勾画学生甲在地的感情，而且嘛会当做伙延续过去的历史，传承在地文化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